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时间过得真紧，一礼拜的时间真紧就过去了。咱今仔日搁来到上帝面头前，三合来敬拜主、敬拜上帝。愿主甲咱同在，愿上帝的平安赐予咱每一位，愿上帝的喜乐伫咱的心中。咱靠着主的恩典来过一生，来荣耀上帝的圣名。虽然咱现在抑搁伫动乱不安的世代当中，但是咱免惊，有主甲咱同在，有主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所以上帝常常用因宝贝的话语来安慰咱、鼓励咱、帮衬咱。好叫咱的信心坚强，感谢主的恩典。无论你现在伫什么所在，一要你开你的手机还是电脑，你会收看到一段用基督的心来听神的话语，互咱的心灵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搁较亲近神，搁较有信心来行这人生的道路。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全能的天父上帝，阮的救赎主，你是阮的一切。多谢你真救阮，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借着阮相信耶稣伫阮的心中，成做你的儿女，阮得到永远的盼望，有永生，阮的罪得到赦免，阮感谢你，并且叫阮伫世间的时阵，一切所需用的，得到上帝的供给，阮感谢主的恩典。这个是世间虽然真侪动乱发展，这个疾病、高低拢有，病困、白跌拢有，但是阮是你的儿女，阮才免惊。阮因为有主甲阮同在，阮靠着主的恩典来经过这人生。靠着主的恩典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来侍奉你，所以阮感谢你。我来为着伫患难当中的人来祈祷，为着迄未听到福音的人来祈祷。但愿上帝借着你的权能，来互因有机会，咱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来得到上帝所为阮安排永远的福气。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你赦免，洗清去阮一切污秽，好叫阮伫你的面头前，敬拜蒙主的悦纳。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一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只主张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就是毋通为着生命来忧虑啊 ！Don't be anxious for your life， 毋通为着咱人的生命来忧虑。这个题目伫现今这个世代啊，是真适合的。因为咱现在是活伫这个多灾多难啊，真侪问题的世界内面，所以咱世间人啊的这个通病吼，就是忧虑、忧虑、担忧、忧愁。心理学家安尼讲啊，咱人类啊，面对着真极大的敌人是啥啊呢？就是忧虑，咱最最大的敌人就是忧虑这项代志。那么形成忧虑的原因啊，真多啊，多方面的，亲像啥物呢？啊，经济上的问题啊，欠钱欠少的问题啊，互咱忧虑；家庭的婚姻的问题。行李的问题，行李的道德行大路的问题，吼、这个厝内人、家庭当中的人啊，有毋好破病的代志啊，互咱忧虑啊，咱工作啊，生理顶的问题啊，少年的读册的问题、找工作的问题。等等等等，都互人带来忧虑。伫圣经内面啊，常常提到啊，主耶稣真侪摆会讲到啊，伫圣经内面所记载，主耶稣甲上帝所讲的话语，甲咱讲啥物呢？伊讲恁着放心，恁毋免惊，我甲恁同在，恁得将一切的挂虑下托神，因为伊顾念恁。等等等等啊！上帝用伊宝贝话语、安慰的话语来安慰咱、勉励咱，叫咱毋通忧虑、毋免惊。所以咱今仔日所讲到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毋通为着咱生命的来忧虑。咱作为神的子儿啊，也是天国的子民啊。当咱活伫这个世间这段的日子当中啊，咱对于咱的生活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咱对金钱的态度是怎样呢？咱对财富这代志，应该得有什么款的态度呢？主耶稣伫登山宝训内面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这段当中啊，
有互咱真侪的勉励。特别今仔日咱所要注重的经文啊，就是伫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34节这段的话语。头一项，主耶稣叫咱着注意的，叫咱追求的，就是咱的目标。咱的目睭定睛伫什么所在？咱的目睭是向伫什么所在？咱的人生目标伫什么所在？应该是着向往天顶的财宝，来追求属灵的品德。伫永恒的当中啊，伫上帝永恒的内面啊，来享受属天的福气。这是主耶稣要叫咱追求的，就是咱得有一个属天的目标。主耶稣伫第19节到21节安尼甲咱讲，伊讲毋通为着家己来积蓄财宝伫地顶，因为地顶有虫来咬，会生山生锈也有贼来压壁空来偷。20节，只要一积蓄财宝伫天顶，天顶无有虫来咬，也袂生山生锈，也袂敢若是无贼来压壁、压墙、压空来偷。所以恁财宝伫倒落，恁的心也伫倒落。所以咱的这个财宝交咱的心这个关系啊，就是咱的心，若是地顶，就是注意到在地顶的在财宝钱财的代志。所以讲咱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也伫倒落。主耶稣伫第6章的头一半迄个所在啊，拄好才讲到关于咱有好的品德咱有这个有常识接落来伊讲到关于一段经文啊，讲到关于积蓄财宝的代志啊，积蓄财宝伫天顶还是伫地顶的代志。所以当耶稣讲到神会报答人的时阵，因为人有好的行为为着主的荣耀服侍主有好的行为怎样对待人、对待上帝上帝会报答人的时阵，所以人对于这个报答的理解有可能是物质上的报答。伊说可能上帝赐予我偌侪钱、遐侪钱、遐侪财宝学者会认为是也有毋是物质的物件属灵的代志会报答。所以既然上帝的应允报答人要赏赐人，所以人因着义行就是做好代志、施舍帮助人的代志所以人有伊会向往什么呢？伊伫地顶，既然按照神所命令的、所指示来做好人、做好代，荣耀神，所以伫伊的心中有一个盼望，说伊将来若做好代，要得到上帝的报答。若有即款的心态，无啥物毋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伊按照神来行神的旨意伊也盼望上帝伫将来有互伊赏赐来追求报答甲赏赐若是有即款的盼望，就诚做什么呢？诚做人生的这个目标咯追求属天的目标。所以人若是
以为神会报答无，是关于金钱方面的、财物方面的，人就会向往啊，想要干来追求财力。人会是哎呀，上帝可能会赐托我财宝真侪钱啊，伊就会干那只会去追求在物质的物件咯。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为着避免人专心去追求世上的在物质的物件伊就讲到论到什么呢？地顶的财宝，甲天顶的财宝一束财宝伫地顶，是一束财宝伫天顶，这项代志。当耶稣讲到这个地顶的财宝的时阵，什么是地顶的财宝？咱拢知影，就是地顶所欠用的在物质的丰富。地顶的财宝虽然是人所需要，但是这个无法让互人长久的安全感，因为地顶圣经所讲的，在物质的物件、财宝的物件，有虫来食，有生山，有贼来压空来偷。我记得细汉的时阵有个人是古早时。因为上一辈的人囥真侪冬瓜钱有迄个圆的、重的在中头一个四方形的一空有个空几盎我这个时期看到有人就去地来压因为祖先去囥咧因兜一压一空真深，落尾甲压出来几盎的迄钱迄冬瓜。计生产咯，来迄个时阵虽然真多但是后来的政府无要用咯，还是清朝、明朝可能会是因还钱，但是到民国交新的政府出来的时阵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管理的时阵，在顶摆囥的怀已经生产了，无当用咯，失效了，无价值咯。所以地顶的财宝毋是长久互人安全感的，因为有虫来咬会生山有贼来偷。那天顶的财宝是啥物呢？天顶的财宝是指咱人按照神的旨意，有好的品德的品格的时阵做神叫咱做的代志顺服神。来侍奉主，忠心的侍奉主的代志那么当咱咧侍奉主，咱将来是咱伫地顶一个钱财去帮助艰苦的人，为着主的名来做一个好代志，将来咱伫天顶会得到成事。所以咱地顶为着主所做的一个代志，有好的品德较咱亲像。一束财宝伫天顶，因为将来咱会得到成事。所以人若有迄个属灵的品格亲像有爱心咯，有施舍的代志咯，听上帝咯，爱人如己咯，忠心的侍奉主咯，等等，在属灵的在品格时阵在spiritual character 时阵，咱有在属天的在品格的时阵才有法通享受上帝永远永恒当中的一切的丰富，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人生的目标是在乎咱内心是向往什么？向往的意思就是爱什么倾向什么？咱的心那是倾向地顶的财富，有的人是倾向属天的，看轻地顶的财富，看重属灵永恒的属上帝的代志。所以，咱人生的目标是在乎咱的内心是向往什么？那向往地顶的物件呢？
人若是向往地顶的这财物啊，人就会用真侪精神力量精力用伊的时间甚至用一寡财物来做一寡短暂的、会扁达的、会失去了价值的一种物件顶面这就是地顶这是地顶的目标。那是天顶的目标是指什么呢？就是若是顶头咱们所讲的怀物质的物件会失去价值的，那么咱们所讲的地顶的物质钱财，就毋是上帝所要答应赏赐予咱的。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是永恒袂改变的，上帝所赏赐的是通无法通加的是跩袂生善的，是袂互贼来偷的，这个才是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所以伊甲咱讲，咱的心，咱的财宝若伫地顶，咱的心就伫遐。因为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也伫倒落。所以咱的心若伫地顶，咱的财宝若伫地顶，看重这个地顶的财宝，咱的心就是地顶。咱若看重属灵的代志，属天属永恒的代志，那么咱的心也是伫遐。所以主耶稣并毋是叫咱人做人毋通有体贴囥钱图贴，为着后来要用，并毋是安尼的意思。主耶稣乃是要叫咱，既然咱是上帝的囝儿，是天国的子民毋通只为着家己，圣经叫不要为自己积蓄钱财，为着家己地顶所要用的，毋是单单为着跩来积蓄跩。所以，但愿咱为是神的囝儿，天国的子民，咱就为天国来积蓄善行侍奉，用咱的精力来侍奉主。咱使用伫地顶的金钱，伫神的国度顶面，用咱的才干、咱的文书所托咱的文书，甲伫地顶所托咱的一寡物质的物件，用伫神的国度顶面，用伫传福音顶面，用伫属灵的代志顶面，来为着上帝的荣耀，咱将来伫天顶的确会得到上帝的赏赐甲祝福。所以哥林多后书9章第9节，保罗甲咱讲，伊讲亲像经典所记的，伊说伊私下伊私下钱财救济怀贫穷人，伊的仁义要存到永远。圣经明明甲咱讲，咱来为着上帝的荣耀私下钱财互穷人，帮助穷人的需要。咱的仁义，咱的行为咱做好代这代志会存到永远。这就主耶稣将钱财存到永远伫天顶的意思。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嘛是安尼甲咱讲，主耶稣讲伊讲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就是做有好的行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托穷人。的确有财宝要存伫天顶，恁也着来跟缀我。所以一搭将一寡地顶的钱财变卖将这钱财去帮助需要的人，托出来穷人耶稣讲，圣经讲，你就等于是积蓄钱财伫天顶咯。
所以咱伫地顶吼，上帝互咱钱财，咱要好好怎样用在有益的所在，毋是用伫犯罪的所在，用伫天国的所在，为着传福音的所在，为着教会的侍奉顶面咱的精力，咱的力量，就等于投资积蓄钱财伫天顶的意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的目标毋是伫地顶咱的人生的目标是伫天顶因为地顶的改变是暂时的、属天的、属灵的，是永远的是荣耀上帝，是将来真真正正要得到上帝的赏赐甲福气。第二点，咱要讲的，主耶稣叫咱着追求顺益的心。什么是顺益呢？就是单纯专一咱人真侪时阵袂单纯，也袂专一逐项计去跩袂专一所以圣经讲的，一个人无法通侍奉两个主人若毋是听这个分学迄个，注重这个轻看迄个无法通专心。所以马太福音6章20节到24节安尼甲咱讲，伊讲目睭就是心顶的灯，恁的目睭若是嘹亮明亮，全身就光明了。第23节，恁的目睭若是昏灰就是昏暗袂清楚，全身就黑暗了。恁的目睭若黑暗了，迄个黑暗是雨顶的大，是真严重24节，这个人无法通侍奉两个主人，若毋是分恶，一个爱迄个，就是看重一个，是看轻迄个。所以人无法通侍奉两个主人恁无法通侍奉神袂使咧侍奉神，又搁侍奉马门。马门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财力，就是财物，是物质诶，钱财叫物质的物件的意思。咱每一个人活伫世界咱需要安全感有影无？需要这个 sense of security。咱若无安全感伊就会惊，就会烦恼所以每一个人拢需要这个安全感。那是咱所需用的，既然会得到天父早早会知影咯，伊也有法通来报答咱所需用，赏赐咱所需用的，要加添互咱。因为咱侍奉主、听主伫地顶行事为人，拢按照上帝的假使、伊的旨意来行的时阵咱所需用的一切，咱就毋免惊上帝会报答、会赏赐、会加添互咱。所以咱伫主的内面就有迄个安全感咯。所以如果咱有迄个安全感，咱就毋免惊咯，毋免惊咱会有啥物缺欠咯。但是人，咱的心如果将这个地顶的财宝诚做咱安全感的所在咱安全感的外壳，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咱是表示咱地顶的财宝比上帝更较重要因为咱看重财宝，看重上帝的应允看重上帝将来要赏赐予咱的，那么安尼就毋对咯。因为咱就将这个地顶的财宝看比上帝更较重要这样咱就无法通怎样来侍奉，好好的侍奉神
咱若是安尼，咱就等于是侍奉马门哦，侍奉马门所以这个是就是看重这个看见迄个，咱就是看重马门，看见属灵的代志，看见属神的代志咱若侍奉马门，咱就无注重神的工作，无关心神的代志无关心这个天国的代志、永恒的代志咯。所以一个人无法人一心两用，这心两用就袂全袂好势。所以主的门徒必须得有纯一的心，就是单纯的专一来听上帝，来侍奉上帝，行属天的道路，毋是行世间人黑暗的道路无法通侍奉主，佮侍奉马门。这个马门其实伫外邦人以色列的跩外邦人是这个什么？外邦人的财神咱中国人也是有咧敬拜迄财神寿神禄神福禄寿。福禄寿就是福道行道顺禄就是钱财，寿就是长寿寿有的中国人是专注重跩代志，那么咱相信主的人毋通交外邦人送款咱是轻这个重迄个，咱信主的着专心专一来听主侍奉主，无法通侍奉主，佮侍奉马门。所以咱昨仔讲的马门伫外邦人就是敬拜这个财神财神所以有一款思想的敬拜财神的人因的思想就甲迄个拜金主义什么叫做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就是以金钱物质看重，比一切看较重，就是金钱至上，还是物质至上，就看见属灵的代志，看见道德的重要性。但这款人真危险，活伫这个世界，对社会也造成真恶劣的影响因为伫社会顶人若只注重金钱，注重这个拜金主义无注重道德，无注重这个按照这行律法的代志去行，为着要得到财物甚至放弃伊的道德欺骗欺诈甚至害人将人欺骗，并且害死这个人，为着要得到迄财物所以咱现今看到伫世间顶面为着跩跋筊的代志，无钱人可能将人掠去，甲绑去，甲害死各方面掠去拍关，各方面发生的跩罪恶的代志。所以马门咱们讲到是外邦的偶像是管理物质的代志、财物的代志。所以这个马门若注重马门，伊的背后是魔鬼撒旦伫咧控制人。魔鬼真巧伊知影人爱什么物件，就用什么物件来试探伊来引诱伊犯罪等于来控制伊的心灵，控制伊的精神，控制伊的人的行动的行为。所以咱信主的人毋通拜上帝，佮拜马门，咱就专一的敬拜上帝，因为马门是会改变的，有通来教有这个会生产会变歹去各方面的代志。所以这毋是长久的，毋是永恒的，毋是上帝所要祝福咱的
圣经内面佫讲到，耶稣用目睭的明亮来解释纯一、单纯、专一的概念这项代志。咱人的目睭若看到啥物，伊的心就会想到啥物，心想到要啥物，就想办法要得到啥物。所以咱目睭着注意，目睭着注意，所以咱的目睭若是散光，咱的目睭若是歹，是灰目，看袂清楚，还是黑暗，痴迷，这是严重的，看袂清楚物件，甚至看袂清楚啥物呢？是甲非，对甲毋对的代志。所以这是代表咱的属灵的生命譬啥物啊？咱目睭若黑暗，等于属灵的代志譬这个物欲，就是金钱物质的物件，土财贪财拢互咱的目睭黑暗去。所以咱目睭袂看清楚，伊伫到咱属灵的目睭去遮盖咧咯，袂看上帝的旨意，看袂清楚神的意思是啥物。所以伊伫到在财物所以咱若是将财物会诚做咱将个安全感的保障安尼就毋对咯。所以呢，信徒着追求啥物呢？纯一的心，单纯又佫专一的来侍奉、来听神、来追求属天的代志。咱若是安尼纯一的心，咱的目睭就会明亮。明亮是啥物意思呢？圣经讲到明亮有英文的叫 single， 还是 sound 有 sound eyes，你的目睭真好势、真光明的意思。所以原文目睭若是真明亮，就是纯一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慷慨，慷慨就是 generous。这个人的心若是单纯专一向善这方面，而且佫是 generous 真慷慨所以伊这个人的目睭若是明亮的人伊就啥物伊的心智就单纯就会纯一追求上帝，追求属天的代志而且伊心内有慷慨，慷慨就是满心有充满着疼心，有怜悯人的心，愿意帮助人、送向人，愿意侍奉主做代志，那么这款的人将来一定得到上帝的赏赐了。若是怀目睭昏灰黑暗的人那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伊讲到这个昏花眼睛昏花，这个昏花，咱汉文呢是讲昏灰，就是黑暗，袂清楚。伫英文的圣经叫做 evil，evil 是啥物啊？就是邪恶的代志，邪恶。所以咱人的目睭若昏灰，就会行向啥物啊？邪恶的代志就是要追求迄邪恶的。咱想的、咱看的，拢是邪恶的代志，咱的行为就会变做黑暗。咱的行为就是行伫黑暗当中，所以圣经讲伊讲是咱的目睭若黑暗咱的黑暗是火顶会大，就是真严重咯，真严重咯，伫咱的生命真严重咯。所以明亮的目睭明亮的目睭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行正确的人生观有伫这个正确的人生观。目睭明亮，就是行伫光明的道路顶面若毋是咱目睭若无明亮，就行伫黑暗当中，咱就毋知影人生的目标是啥物，咱人活着的目的是啥物，就等于这个痴迷的人的黑暗的一生，行伫黑暗的人生当中。
所以真危险。所以圣经假使咱有一个专一的心，佮慷慨的心，咱目睭明亮，就是专一佮慷慨，愿意做好代志，荣耀上帝的名。咱有一个真清楚、正确、光明的人生的目标。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第二点是讲到咱着追求纯一的心，就用这个目睭的明亮甲黑暗来做这个披露。第三点是最后这一点，主爱咱做伊的门徒，着追求信心。记载伫马太第6章25节到34节叫咱着追求信心的信心，伫咱属灵的路程顶面真重要，会帮助咱灵性的进步，追求上帝所以，既然咱的安全感毋是伫地顶做物质的，咱是在于上帝本身所以咱就毋通要求啥物咯，圣经怎样甲咱讲呢？叫咱毋通要求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第6章25节安尼甲咱讲，耶稣讲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生命来忧虑啦，要食啥物啉啥物要穿啥物毋通为着身躯来忧虑要穿啥物。伊讲生命减袂赢过啉食嘛，身体减袂赢过穿衫裤嘛。26节，恁看天顶的鸟只，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蓄伫仓库内面。恁的天父尚且饲活演，咱属神的囝儿，恁减袂比这鸟只搁较贵重吗？27节，恁倒落一个人有法通用你的忧虑来互你的岁数加一刻呢？28节，何况为着衫裤来忧虑何必为着咱的衫裤来忧虑呢？你想野队的百合花伊怎样大长起来呢？伊也无路裤，也无织布篷伞而且我甲你讲，就是所罗门结荣华的时阵伊所穿的都不如这个百合花一样也不如这个花所以恁这小信的人野地内的草，今仔也阁伫咧，明仔日就等伫落叶内面神也阁互伊即款的装饰，互方恁的。所以耶稣讲，毋通忧虑讲要食啥物啉啥物，要穿啥物，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恁所使用的一切物件，恁的天父是知影咯。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遮物件拢要加添互恁咯。这是主耶稣对咱的鼓励。所以，既然咱的安全感毋是物质的物件，是在乎神的。所以主耶稣甲咱讲毋通阁为着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来忧虑咯。伊说换一句话讲若是人来侍奉这个马门伊就会忧虑啦。侍奉马门就是侍奉钱财看重这个钱财的方面伊就会真够忧虑，因为地顶的财物是会改变的。是会失去价值的，亲像有虫来咬，会生山；有贼来压、逼、洞、逼空来偷摕物件。所以咱甲神的关系
两项是做神的仆人要侍奉的，佫是做神的行儿的关系。既然咱的心中有主咱甲神的关系既然有主甲天父的这个关系，所以伊一定会供应，会帮助咱一切需要，咱就免烦恼啦。所以做仆人应该的责任是啥物呢？做一个仆人应该着关心主人所关心的代志。咱的上帝是咱的天父，也是咱的主人。伊上帝所关心的是啥物呢？是天国的代志，属天的代志，毋是地顶的代志。所以咱做神的仆人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伊的义就是伊的咱做神行儿的好的行为，做甲天国有关系的在侍奉在代志。咱的钱财，咱的各方面，咱的力量，咱的恩赐，要用伫在属天国的代志，传福音的代志，属灵的代志，咱的心就毋免要求，毋免要求食啥物、啉啥物、要穿啥物，在上帝会成事互咱。因为一个人若对神无信心呢，那忧虑呢？忧虑是一款的罪因为咱无相信上帝，这位听咱的上帝会供给咱的需要，所以咱若无信心，失去信心，就是对神无信心，咱忧虑对代志无法人无帮助无法人解决问题咱若有忧虑的心咱就袂看清楚咱的代志，咱的环境，咱若忧虑，咱也是无法通改变咱的情形，咱的环境，所以忧虑是无负责任的，因为浪费咱的心力，浪费咱在烦恼袂食袂困影响咱的身躯这是真歹的忧虑。所以主耶稣用这个脚脚来披露，叫咱毋通忧虑伊个天顶的脚脚也无种作，也无收成，上帝为因避办在食物互因上帝避办在食物互因，但是在脚脚并毋是定定歇咧树顶无长无重，就等食诶。来摕到喙咧，毋是安尼。我鸟食，伊也是着出去找食上帝避办做食物，伊也是着出去爬出去找食，等于是工作。咱人上帝为咱避办丰盛的做物质，但是咱也是着做工，咱也是着努力，咱是用咱的思想，咱就用咱的才干来努力的工作毋通做一个圣经讲，咱毋通做一个贫惰的人，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那懒惰的人就袂做咧食，因为无做工所以上帝伊用鸟食来做披露，叫咱毋通忧虑。上帝尚且赐我因，上帝用百合花来做披露，叫人毋通贪怀荣华富贵因为在荣华富贵拢是会过去的，拢是暂时的，独属天的成事是永远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个野地的花，跩甲草来假示咱善行的次数咱做人做代志就善行次数，善行次数就是先求天国的代志，因为咱是天国的子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咱就先求天国的代志。咱在物质的肉体的需要上帝叫咱毋免烦恼，伊就要加添互咱，要供应咱的需要
咱的生活毋通骄怀外邦的一样，只有放纵肉体，只为着肉体来想，无为到将来的想事，将来的永生的问题，将来上帝会对人的审判来想。所以恁若是也未信主耶稣，赶紧接受耶稣做恁的救主，因为信了主，上帝赐咱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永永远远的成做上帝的儿女，要得到上帝的财物，伊的遗产，上帝的产业毋是遗产上帝袂无去的要得到上帝将来的赏赐，所以咱毋能惊。所以信心对咱是真重要的，因为咱若有这个相信信心，的确上帝会供应，咱就袂忧虑，咱就袂忧愁咯。所以兄弟姊妹你到底是一个忧虑的人，还是无呢？你有信心无呢？所以因为忧虑是用咱的心力引起咱真侪精神甲力量但这个忧虑的人目睭会昏花，看袂清楚，心灵会变黑暗去。那忧虑的人伊常常有别人要劝咱，说毋通忧虑，毋通忧虑。咱常常就当作你咧讲风凉话，你也袂明白我的苦衷你也无讲我提供一个什么好的办法来叫我袂忧虑。但是人可能会安慰有限，但是神的话语咱就相信因为主耶稣讲得好，上有法人用你的忧虑互人加添一刻的生命咧，无法咱无论怎样忧虑无法通解决问题。咱若忧虑拍歹咱的身躯，咱的忧虑代表无对神无信心。神既然甲咱讲，你着先求伊的国教伊的义，所以物件要赏赐互咱，咱还佫惊什么呢？所以主内兄弟姊妹忧虑是夺取人决定问题的精力，伊咧模糊咱人生的焦点是啥物？忧虑会互咱失去信靠上帝的心，所以这真危险。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是活伫这个多灾多难的这个世界当中有真侪世间的代志，真侪无确定。咱今仔日的钱财，可能明仔日就无去了；咱今仔日的生理真好，可能有的人就关店了。所以咱这个世间一切拢伫无停伫咧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到底你是选择信心、信靠神呢，还是选择这个忧虑呢？请咱逐个人会记得主耶稣的话，伊讲：你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一切物件拢要加添土炼咯。愿主祝福咱每一位，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互阮宝贝的勉励，宝贝的话语。神的话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顶的光，也是阮心灵的安慰，是阮将来永远的盼望。阮掠条上帝的应允，叫阮毋通忧虑，因为上帝要将阮所需用的要赏赐予阮。阮知影，阮活苦地顶的物质，地顶的钱财，拢是会改变的，拢是暂时的。独祈求上帝的国度，叫伊的义乃是永远的。上帝要将福气要赏赐予追求伊的人。毋但上帝要甲阮同在，甲咱每一位伫地顶同在。咱所欠缺的，上帝要按时供给。咱将来永远的国度，上帝要为咱备办一个福气，永远的家。所以上帝求主，你开阮的心窍，互阮有信心，提起遮忧虑的心，仰望主，一直到见主的面。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